手仔，大家先俾大家打個招呼，影張靚相先。Hello， 大家好，我係 AK。OK， 嗱，依家係即刻係沙龍嘅時間，先係望少少，係左邊啊，左邊啦，你哋一齊左邊，慢慢順時針向右旋轉，去到中間，哇，然後再去到右邊，同時兼顧上下，哇，掂晒。OK， 好啦。歡迎晒兩位，係時候同大家嚟個熱身遊戲嚟啊！一嚟係一個熱身遊戲，即係因為我哋今次係見面制嘅最終回，係壓軸，咁有啲同之前以往有少少唔同嘅嘢，咁啊除咗問問題之外，係一個小遊戲嚟嘅。OK， 呢個遊戲叫做你願意嗎？問號。之前啲人都話冇，哦，重新嘅遊戲，全新。 OK。我會問你大家哋做咩咁大反應啊？因為你知係咩咩？唔係，因為問你淨係講我願意都已經係開心嘅，係已經係。即係呢個 Magic Words 已經係啦，呢個 Magic Words。咁咧呢一個遊戲咧，我會先問大家一個情景題，我會講一個情景出嚟。咁最後就會講你願意嗎？我就會數3、2、1，即係大家你決定好就會數3、2、1。如果你係願意嘅話，你係要擁抱身邊嘅人嘅。即係如果你唔係我，即係你哋互相兩位 Mirror 嘅成員，係啦。如果你願意，你就擁抱；如果你唔願意咧，你就輕輕推開，就係啦。大家對輕輕呢個字可能係啦，大力擁抱。情景第一題啊，知道兩位咧都係老 best 嚟㗎啦。而家若然公司想你哋再 friend 啲，默契再勁啲，提出咧你哋係合宿啊。住喺同一間屋，嗱邊個俾租未知，但係住喺同一間屋，周不時仲可以一齊開下 live 同 fans 傾下偈咁樣。唔知你哋兩位願唔願意一齊住咧？好啦，冇啦，要1、2、3答。係講咗1、2、3，如果係願意咧就擁抱對方。哦，即係直接就表示係啦，用行動表示。係啦。兩位小心嗰啲咪啊 ！OK， 好兩位 OK， 我行開少少先。好啦，再問一次，請問，如果公司係提議兩位係合宿一齊住、一齊開 live、一齊生活，你願意嗎？準備好未？有冇答案？有未？好，預備3、2、1。係唔願意嘅，兩位都唔願意。唔願意。點解咧？我覺得我哋點解會願意啊？點解唔願意啊？首先我覺得我哋最大原因係我哋過咗，我覺得我哋大家都過咗係想同朋友一齊住嗰個心態。即係你問早5、6年前嘅話，都唔會嘅。我都唔先，我冇講你。即係我都可能有機會想可能同隊友一齊住，但係依家嘅我覺得我想翻去真係有啲自己私人空間咯，因為平時對太多啦。OK， 即係要有 me time 啊，休息嘅時候。但係即係過去幾年前係有呢個想法。18歲沒帶錶。但係以前係曾經有過呢個諗法，同朋友一齊住。有㗎，以前讀書中學嘅時候都會話，喂，第時有機會嘅話，咁樣一齊住，即係好似睇嗰啲8分8感覺咁樣，就成班朋友住埋同一間屋，好開心咁樣，又唔係好使做嘢，跟住翻嗰啲工又好似好多錢咁樣。知唔知細個係咁樣幻想㗎嘛？跟住間屋又喺海邊，跟住新搬嚟嗰啲仲要好靚。係啊。OK， 好，咁 Ian 咧，你嘅原因係咩咧？嚇？有冇諗過嘅先？冇啦，梗係。唔係，我對於自己嘅屋企係都有啲要求嘅，即係我又中意整齊乾淨。咁我又對於教我，其實我都係喎。唔係你，其實我都係喎。然後我又會即係我又中意家私啊，中意啲室內設計嘅嘢啊。即係如果有人譬如咧有一件我好錫嘅家私，然後見到佢糟質佢咧，我會唔得。唔係佢唔得㗎，佢唔同我一齊住得，因為我哋以前我哋試過
合宿就冇試過，我哋試過夾份租 studio，咁就要埋添置下啲新家私啦。個家私一嘢開就俾我開爛咗啦。我同佢講，我就話你小心啲整啊！佢話得㗎啦，一戒爛咗張 sofa。即係連嗰個面加一嘢戒咗。我就知道佢會咁樣，我就話你小心啲，你慢慢嚟。佢話 OK，跟住一戒，跟住佢就望住我。咁你嗰一下係有啲傷痕都係好事嚟嘅。同埋俾人搞自己啲嘢好驚㗎嘛。你記唔記得講起我哋嗰個 studio 好耐之前啊？我嗰陣時做咗個編曲，佢唔知想搞我嗰啲嘢，冇咗。我揼咗個編曲出嚟，我以為你揼咗佢，跟住我就話：你整得咁快，佢唔知自己搞乜嘢喎。你整得咁快，整到 OK， 咁OK，但係都曾經有一啲想法啦。好，呢一題就係即係兩題嘅，得兩題，壓軸。我哋有第一題同埋壓軸呢。初同決賽都係3名選手冠軍同亞軍，係啦，好嚟啦。如果有一日突然間興致到咧，想即興同對方去旅行，即興到係聽日就買機票，就今日買機票，聽日就去。你都知道對方個期係得閒嘅，即係假設你覺得對方願唔願意陪你去咧？即係假設自己好想去旅行，想同對方一齊去，你又知佢有期。如果你即興提出，你覺得佢係單向意願，你覺得佢會唔會陪自己？即係假設有一日大家同對方講，好想去旅行，你明講得唔得？OK， 好，明啦嘛？有冇答案？有冇諗法？不過要思考下。要思考下。好 ，OK， 肯定。好，準備啦喎。到底即興揾對方去旅行，你覺得對方願唔願意呢？預備3、2、1。OK， 掌聲啦！大家係好 friend 話，對方一定會陪大家係嘛？不過如果真係時間許可嘅話，其實係會嘅，因為其實我哋自己都有講過，即係想有機會因為上年譬如走課嘅話，我哋有啲時間都會出去行下啦，有機會咁就好難，因為好難喺香港，好似以前我哋啱啱比賽咁樣，再喺個餐廳度咁樣忽然間食個飯啊，咁就如果有機會嘅話，有時間係呢個係想做嘅事情嚟嘅。有冇傾過真係如果去旅行會去邊呢？冇。想咯，一直都係想，但係都係離不開嗰啲地方㗎啦，都係。係，即係可以揸車，係咪先決條件咧？自駕。會想有自駕遊。係。咁你哋兩個租車係會邊個揸多啲咧？你覺得？我哋應該可能每一日再揀。兩個人去旅行係啊，分開好啲。分開揸舒服啲。即係我哋要睇嗰個路，睇嗰個情況啦。即係如果開頭我哋去啲輕鬆啲嘅，就可能好似上年澳洲咁租一架大車就傾下偈。但係如果係有啲路嘅段落咧，係可以租啲靚啲嘅車玩下嘅話，咁相信係大家都會想租架靚啲嘅車，大家一齊去享受下條道路，即係一齊出車，係啦，出車嘅感覺，享受下自己揸車嘅感覺。係啊 ，OK， 即係兩位就算一齊去旅行都要有 me time，都分開去咯，分開食飯一齊可以。影相隔離台啦，跟住分開，跟住住嗰啲就隔離屋咁樣啊嘛。哦，嗱，我覺得如果我哋再去旅行嘅話，就應該點都會分房瞓嘅。佢應該唔想同我瞓嘅啦。自從拍過 Mirror 高之後，即係就算一齊去玩，揸車分開，房完全分開，食飯可以見一面。係啦，即係可能你哋去旅行係搭飛機同埋食飯嗰下見少少嘅啫喎。搭飛機都可能未必見啊，未必見。喺個飛機夾唔夾到時間啦？前後腳去都得㗎。OK， 好，完全了解到兩位嗰個愛恨交纏嘅感覺。好啦，咁啊相信都已經熱晒身啦。你一個人才決定將心讓你別一個人和人類對陣，我是為你出生，苦在某種永恆，無降落的燈。為你做一世人，退覓你的吻，乘着船共你要攜手等，雖然不發奮，給天
你吸引，黑夜裏如靈魂該一起，有更浩大一日之際，未走近，會給你一路的燈。銀河旁只讓我沒白等，留在這小鎮，苦醉夢中永恆，和某份安穩，直到遇到你是最遠的，再追緊，你說你要攜手等，雪染白髮鬢。係咪太早啊？大家都未醒啊！Thank you。Sorry。即係命中有個指引話俾你聽嘅，即係譬如我以前都有講過，即係可能喺我10幾歲某一日，我遇到個排球，跟住就變咗我餘下嗰10幾年咧，都日日同呢個排球生活咁樣。跟住又係我2018年突然間又報咗個比賽，咁所以今日就會企到喺度見大家。即係好多嘢都係命中注定嘅，咁包括感情都係啦，即係同埋個 cover up 其實大家有冇睇到好得意係日頭嚟嘅，咁到底啲星星喺邊咧？其實就係有個 hidden meaning， 就係即使你而家未遇到屬於你生命中嘅另一粒星星，但係佢只不過係未出現咯，未到時候咯。佢其實日頭啲星星都依然喺度嘛，只不過你未見得清楚啫。咁我相信台下嘅 Mirror， 你哋粒星星出現咗未呢？日頭都喺度㗎啦，再一次俾掌聲，唔該晒 Ian，Thank you，多謝你啊，係唔該晒。日頭呢粒星，上次咧即係喺Lockman 就喺上次見面祭就叫 Mirror 集氣，就話WTF 快啲開 Part 2，集氣成功咗，我哋再一次掌聲 Part 2成功。呢個掌聲係俾 Lockman 嘅，同 Lockman 講聲生日快樂先。好，會聽到㗎啦。OK， 咁我想問嗰陣時集氣嘅時候，你有咩感受啊？同埋真係開到2.0，有冇咩感覺嘅？嗰時集氣最大嘅感受就係、真係好，因為我人唔喺嗰個現場啊嘛，咁佢哋又集埋我份，咁我就咩力都唔使出，咁我就有嗰個氣集到翻嚟，所以我係最大嘅得益者。但係多謝大家嘅，真係最近真係公佈咗，我哋會再開 Part 2啦，就希望到時即係上一次冇睇到嘅人，今次可以有機會再睇啦。好啊，咁今次有冇話有啲咩新驚喜或者要唔同嘅準備？有冇啲唔劇透嘅情況下透露得？唔劇透嘅情況下，我咧就最近係有俾心機做運動嘅，辛苦晒係嘛？好大隻就唔敢講，但係就好過之前少少啦，應該身形會好過上一次拋溫少少啦。呢個就係冇乜驚喜下嘅驚喜啦。OK， 咁飲食咧，飲食使唔使？飲食係均衡嘅，均衡。OK， 最緊要均衡。OK， 跟住又想傾下你新歌啦，同友情好有關啦。粵語有一條問題想問，即係喺朋友面前，你覺得你係咪可以完全暢所欲言嘅？睇下嗰個朋友幾熟啦。如果係真係好熟嘅朋友，即係好似同你啊或者阿陳偉隊友咁樣嘅話，我覺得係可以暢所欲言嘅。係。咁我哋自己我哋身邊都好多共同朋友啦。係。咁所以我哋嗰個都係我自己一個覺得係舒服安全嘅一個舒適圈嚟嘅。咁我覺得只要嗰個環境同埋身邊嘅朋友，我覺得係我信任得過嘅話，我就可以暢所欲言咯。OK， 講到暢所欲言咧，有一題突擊題。係，因為你腦筋急轉彎都掟得好犀利咁。竟然係將腦筋急轉彎叻呢方面擺咗我身上，好，我剔。好 tough 㗎 OK， 係咗先啦。有一日你揸車經過街邊，見到你老友 anyway 一個老友嘅女朋友同咗第二個拖住手行街，你會唔會話翻俾你老友知？呢個問題你佢哋喺podcast 有即係問你嘅共同朋友，佢哋有講過，有分享過，想聽下你嘅意見。如果你撞到老友嘅另一半喺街出軌，你會唔會話翻俾個 friend 知？你會點處理？以前嘅我可能會好衝動地，我會想話俾個朋友知。落車即刻搬，做咩你？落車就搬唔到啦，落車搬唔得係。
腦筋急轉彎成功。OK。先寬再落。 OK。咁但係依家嘅我嘅話，可能我就會，我又唔會話係置身事外嘅，但係我未必會係會第一時間就會去同我朋友講咯，即係我會睇定啲，或者同啲其他朋友熟嘅，即係大家認識嘅討論下先，即傾下件事，知唔知？係啊，大家唔係佢同我，你分咗手㗎啦，咁傻啦，咁我就知啦。但係如果係先討論下先，唔好咁。如果件事情真係唔係啊，佢哋好 friend 嘅喎，琴日仲一齊見到。咁就唔係啦，我見到係咁樣啊！嗱，你哋覺得點樣咧？覺得完全唔知，好 shock，咁點算？咁我哋就上京稟告皇上。OK，稟告都會講嘅，都會講嘅，選擇講嘅。最後嘅話都會講嘅，然之後都係陪住佢咯，係嘛？可能佢會怪責翻我哋嘅，唔知個結果係點，我未遇過呢個情況。總之無論結果係點，你會選擇直説。我都會選擇直説嘅。都係好符合你嘅人設。係 OK，好啦，好了解你對朋友果然係好好，咁就放心啦。希望唔會有呢一日唔需要上京稟報 ，OK？ 你好 sweet， 你好 sweet， 係 OK， 你好 sweet， 你好 sweet，OK，sweet， 更加 sweet 嘅時刻差唔多到啦，因為 AK 準備交個台俾你，為大家表演，俾掌聲 and 辛苦，送俾大家 Love is on the way。一下小反應，Oh baby you， 我這裏有個愛你的正規戒律，是要打破你 Just come and move with me。Love is on the way， 全都太凄美。Oh baby， Love is on the way， 放肆又空虛 ，Give it to me baby。以我的戀愛病情，沉下去的如何珍惜？各迷人都要命，誰人來救救我吧？你快來救救我吧！走過那季，不帶攻擊性。Oh baby you， 我這裏有個愛你的正規戒律，是要打破的 Just come and move with me。Love is on the way， Love is on the way。Oh no。之後咧，大家就一齊開着手上嘅燈籠 ，OK， 可以嘛 ？OK 嘅咯，好啦，咁陣間咧，我哋場館咧就會有唔同嘅星星同月亮陪住大家，係一個非常有儀式感嘅儀式嚟嘅，係 OK，blue 嘅，仲有藍色嘅，好嗱，大家準備好未？準備好㗎啦喎，我就數啦，預備，我哋一齊數好冇？預備，3、2、1。哇！圓月啦，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喺咁靚嘅時刻，邀請咧兩位同大家嚟個大合照。我哋攝影師會去到台前，係啦，請大家背向台，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大家高舉燈。3、2、1。唔該晒 ，thank you， 唔該晒咁多位。Mid Autumn Festival 係，大家知唔知啊？你係呢個係笑話定食？唔係啊，係認真問㗎。嚇？佢特登 Google 嘅。嫦娥，但係點解嫦娥會奔月啊？我唔要聽中意我呢啲，我而家係真係認真去探討呢個故事。有冇人知道呢個故事係點嚟㗎？傳說月兔。食咗麥提點解我會咁問咧？係我早幾日就同朋友，咁我自己就出咗啲月餅啦。咁啊送禮嘅時候咧，咁我就講起呢個故事其實中秋節點嚟嘅咧？咁啊大家就記得嫦娥啦，但係點解嫦娥會升咗上去咧？呢個吊詭啦，因為佢關后羿事嘅。原來佢係后羿嘅老婆，然後后羿射咗9個太陽落嚟之後咧，唔知邊個人咧就俾咗2粒仙丹佢。
然後又唔知邊度嚟咗個人咧，諗住偷嗰兩粒仙丹上我情急之下就食咗兩粒仙丹就飛咗上去啦。點知一食就升仙。 Yes， 個故事係咁嘅原來。 Oh my god！掌聲！歷史學家江業生。唔係歷史學家，文學嗰邊我係文學嗰邊 OK 唔係歷史。 OK。好，咁啊，所以依家送禮就希望大家食完就唔使升仙嘅，即係喺翻地球。OK， 收到晒，收到晒。泡冇尾紅，泡冇尾紅啊！係擁抱後的歌答啱啦，俾掌聲嗰邊嘅朋友。叻啊！犀利犀利。花兒準，花兒準。OK， 好啦，跟住落嚟到我啦嘛到你啦喎。好啦，睇下依人估唔估到啊？好，問題咧係呢個答案咧係歌詞嚟嘅。幾多個字？有難度㗎嚇。你數清楚喎。係5個字嘅。點做嘅咧？不分你跟我。誒，你係往嗰啲方向差唔多啦。睇多次。咁你俾大家估下先啦。我哋有冇人就咁都估到啊？就勁啦！第3個字係一個中文嚟嘅，中文嚟嘅，心中文嚟嘅。心唔係心，另一個。唔係心，唔係，即係用其他嘢表現呢一個。係啦，愛愛嘅愛。第3個字係愛。最尾嗰個字係你係啦，乜乜愛咩你？有冇人已經估到？有冇啊？呢句係咩 AI 運算咩歌？現場嘅觀眾我歌嚟喎原來。係啊，你嘅歌嚟㗎。好，範圍收窄。你有唱過嘅呢隻歌？嚇？我啱啱都睇到好抵，我先知道隻歌係我嘅。金星女孩。係嘅。呢個字咧，呢個字中咗啦。第2個字係乜想愛咩你？我聽到答案啦。一齊答係，我哋全場一齊答，只想愛惜你。我哋全場一齊答，係咪大家已經估到？我哋一齊答好唔好？3、2、1。OK， 答啱啦，俾掌聲。一定係我做得好清楚，我哋做得好清晰，我哋俾掌聲。哇，兩位做燈謎都好勁啊！哇，可以話係即係中秋節冇咗你兩個玩燈謎點？我完全去咗個迷嗰度喎。佢就係一個迷。我就係一個迷。唔使迷嘅，咁啊燈謎又玩完啦。猛了開口，遲來沒法挽留，有內疚，從不懂體貼為你分憂，像隻蝸牛，遲到便唯有讓你走，如何改，如何改，我太自我。了沒時間為你改，遲3秒，遲3秒，彷彿我太痴呆，空白給雜長軌的腦袋。慢了醒覺，才來明白到你生氣理由。為何嗎？一邊給你最大能愛，為何嗎？一邊把我美麗諾言才都無人理，多個集説對不起，為何嗎？一點知道你為未來感慨，兩集缺點。如何改？如何改？我太自我，為何未察覺到你每一次恩愛？遲3秒，遲3秒，可惜這天荒謬，等待已覺來了，方理睬。整兩嘴啊！多謝啊！
請大家 subscribe、comment 同埋 Like ViuOne HK 嘅 YouTube 頻道，再 follow 埋我哋嘅IG 同 Facebook 啦。